台北市大直的人家厝崩塌的事件，今仔日第9天。虽然大直街94巷上锁号南平的居民已经会当登去大陆，但是有人发现讲，这个壁道有壁栓，大门嘛关不起来。再起，台北市三大技术工会拢派人到现场来勘察这房屋的结构是毋是有损害。影响上介严重的25户的住户，这个态度是慢慢来放软咯。有超过80%的住户讲愿意和基泰建设来合建。土木技师全副武装摕仪器去检查，发现讲厝的大门的梁条壁拢壁规大片。三角夹角处屋顶上旁边那个裂痕看得到，还有就是地下室的门不容易开，这是以前没有的现象。以前的那个遗迹犹存，那种景象，在做梦当中都会梦到。大直工地以外已经第9天，边仔双号、东平、南平总共有100多户恐惊出现结构问题。今日台北市建管处委请三大技术工会连续3天进行勘查。看到就是说有那个混凝土块掉下来，那个看起来就是新增的。如果它在持续内，当然打到人是人会受伤但是它对房子有没有影响？其实没有。上食力的25户受灾户，本来是希望讲会当公办途径，即卖意见出现变化。本来反对甲基泰合建的人态度落软，超过80%的受灾户愿意和基泰一摆机会。真的想早点回去。那如果公办一拖5年、10年，那中间的接骨跟我们在外面去适应新的生活又要再回来，那有点像突然叫你移民，你要吗？基泰又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再弄坏，因为它毕竟上市公司嘛，它可能要做一些信誉上的维护，我觉得他也会比较有用心的去改。那我觉得相对这样的品质应该会好嘛。住户们也提出了各项的意见，那我也请突发局朝向公办渡轮方向拟定相关的方案，也在积极的研议当中。我们接下来也都会持续的跟住户来沟通。无论是公办途径，也是甲基泰合建，这住户拢希望讲，重建家园的进度会当赶紧，并且形成一个安全的家园。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